林振昇議員之前，我先因為仲有4位，我想請大家申請加時15分鐘先，好嘛？好，跟住請林振昇議員。好啊，多謝主席。咁都睇到局方咧，其實今次都係好認真同埋好細心去做呢個標準合同啦，令到啲數據可以跨境流通。咁我形容係一個小步走嘅。咁但係隨住將來嗰個發展咧，可能係有啲更大規模嘅數據流通啊，譬如話河套區啊，咁其實依家內地都有啲數據安全法啦。咁其實我哋香港係咪有冇需要都係即係朝住譬如數據法啊，即係呢啲方向去諗咧，即係以致咧我哋可以處理日後一啲更加複雜嘅數據跨境嘅安排啦，或者同內地嘅法例咧係有個可比性啦，以至係更安全啦。咁因為局方咧都講過話，上年咧就資助過一間大學咧做緊呢啲數據法嘅研究嘅。咁依家有冇一個初步嘅進展咧？未來就住數據法有冇一個再即係具體清晰啲嘅計劃咧？呢個第一個啦。咁第二個咧就係因為如果根據個合同咧，就有部分香港市民嘅資料咧，就可能即係透過呢個合同咧，就會轉移咗俾內地嘅一啲相關嘅機構嘅。咁如果內地嘅相關機構係可能因為一啲嘅問題，即係黑客入侵啦，或者係即係資訊保安嘅工作做得唔好啦，咁喺內地係泄漏咗嘅時候，咁係點樣處理呢？係即係內地嘅部門咧都會按相關嘅法例去跟進啦，定還是係點呢？咁即係如果當即係香港市民佢個資料喺內地泄漏咗，咁會唔會即刻都有個通報機制？起碼等香港嗰個個人資料嘅當事人咧，都知道有件咁嘅事嚇，佢已經清晰內地嘅部門咧都跟進緊嘅，或者佢起碼咧就係如果知道咧就提高警覺啊，日後即係有啲乜嘢相關嘅可能騙案啊，咁佢自己就會提高警覺，係更加小心啦。咁係咪兩方面嘅問題啫？多謝主席。好，數據法就唔係我哋今日嘅討論範圍嚟嘅，睇下局方想唔想回答嗰度。咁第二部分就係資料出境泄漏咗個跟進方法。請阿 Daniel 係。主席好，多謝林議員嘅提問。咁我諗就住翻嗰啲通報啦，即係如果譬如透過呢個標準合同啦，如果譬如啲資料係寄存咗喺個接收方嗰邊咧，而如果係有一啲資料泄露嘅時間咧，而家係會有一個通報機制咧，係喺兩地嘅。即係話其實首先嗰個接收方如果有資料嘅泄露咧，佢係需要咧通知翻當地嗰個 authority 啦。譬如香港就係我哋數字辦啦，喺廣東咧就係廣東嘅網信辦咁樣嘅。咁而我哋亦都本身咧雙方都有一個機制咧，係會即時會收到知識之後咧，咁我哋就會去通報翻去受影響嘅人，亦都會根據好似頭先咁講啦，兩地嘅一啲相關嘅法規啦，去睇下追究翻嗰個相關嘅責任咁樣嘅嚇。